今年长老教会的主题是领受大使命，祝福正教会。咱淡水基督长老教会所定的年度目标是，咱做伙来讲好不？在那个投影片上面有，预备来，活出基督的样式，强化基督的生活。来鼓励咱每一位兄弟姊妹，会通伫咱的生活当中，会当行出基督，活出基督，佮活出基督来实践。咱爱用一款欢喜佮快乐的态度来实践，毋通用一款敢若是一个重担的态度。希望会当透过今仔日的分享，或是一个的经历，互咱了解，并且会当运用伫咱的生活当中。互咱每一位拢会当真做主所使用的传福音的大能使者。伫分享的大心，咱三甲来祈祷。亲爱的爸上帝，阮感谢学罗你，今仔日奉你的名，咱三甲组织伫遮，恳求主会当甲咱三甲伫地保守即届的聚会。互咱会当安静，并且靠慕你的心，学习你的话语。主啊，求你祝福今仔日的讲台，互讲台成为你的话语的供应，因为你的话语是阮头前的明灯，是咱路上的光明。会当互兄弟姊妹生活当中受到造就，灵性得到复兴。主啊，求你将你实际的真理赐予阮在座每一位。甲咱讲，咱爱安怎行，互咱的信心无搁软弱，互咱的脚步无搁摇晃。求主将圣灵充满伫咱中间，互咱伫基督内受你丰富的恩典。阮搁一摆用感谢的心，你来献祭，一切拢交托伫咱爸上帝的手中，荣耀归伫咱创造的天父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兄弟姊妹，恁敢知影即个世间上上戆的人是啥物人吗？即个人完全拢无做过一件歹代志，毋过伊愿意为着咱每一个受有得罪、有犯过罪的人，来受别人的凌辱，而且也愿意为着咱每一个有得罪人的，也是讲有犯过罪的人，定是一个死。大概应该拢知影是虾米人啦吼。小时候有读过圣经故事，或者是常常在教会出入的都知道。能不能告诉我这个答案是虾米人？100分，对，就是耶稣。这个人就是咱上帝的独生囝耶稣。毋过大家敢有想过，为什么伊爱用遮尔戆的方法来拯救人类呢？伊敢毋是全能爸的上帝的囝吗？伊无法度安尼就变好啊吗？为什么爱互人安尼如骂，也是讲互人受鞭拍，行即条遮尔辛苦的十字架的苦路，上尾阁互人钉在十字架安尼死咧，来拯救人类咧？大家伫圣经内底，嘛有看到一群相当聪明、阁有能力的人。又看卖是啥物人？我听到啊！来，大声讲出来。对一款人，对，就是法利赛人。这款人足聪明，阁有能力，逐工拢咧开会研究律法啦，也是条文啦。为什么因的行为，看伫咱圣经内底，咱拢会看见伊互上帝、互耶稣来批评，是一款虚假无真实的信仰咧？这人呢是一个真大的对比，一个真大的冲突。耶稣全能爸上帝生囝，用遮尔戆的方法来拯救人类。法利赛人巧，阁有能力，看互人批评是一个信仰无真实、阁虚假的人。这是为什么呢？今仔日的圣经节就会互咱一个答案。哥林多前书第1章18节安尼讲：因为十字架的道理，沉沦的人看做戆，咱得救的人看做是上帝的权能。同款的一个真理，却带来两款无同款的反应。
沉沦的人看做是戆，得救的人看做是上帝的关灵。才有提起有两款的人，一款是沉沦的人，一款是得救的。沉沦的人是甚物人呢？就是无信的人，认为是一个的真理是戆的，搁较无相信即个耶稣是咱的救世主弥赛亚。另外一方面，安尼的真理伫咱得救的人看起来，却是上帝极大的大能。19到20安尼清楚甲咱讲，因为有记载讲，我要灭无智慧人的智慧，嘛要去杀聪明人的聪明。智慧人伫倒落？经学术伫倒落？是世间好辩论的人伫倒落？上帝囝毋是互世间的智慧变正戆吗？这就是伫来甲咱讲，人看起来正戆的代志，伫上帝的手中，却会当带来极大的能力。伫头前甲后壁即两段圣经节，会当互咱有一个结论，就是上帝的智慧，毋是咱人会当想出来的智慧；上帝的道路，嘛毋是咱人会当想出来的道路。人搁较无应该用家己的理性，也是讲家己的智慧，甚至是道德律法来认捌即个全能的上帝。问题是，耶稣互人定在即个十字架，即件代志是偌尼困难的一个拯救。咱在座每一位基督徒，爱安怎样才会当合适耶稣行即条遮尼困难的拯救路呢？对即个部分，我想有一个伫咱生活当中会当来合适耶稣的行为甲听，有一个真好的方向，就是教育囡仔。伫10几年前，我的婚姻出了问题。即个时阵，我的大汉囝差不多是国学6年的囡仔，伊就开始叛逆，交着一寡足爱佚佗的、无爱读册的囡仔，甚至伫国中1年的时阵，开始接触着帮派，就是安尼。我嘛足无办法的，阮厝里的人嘛足无办法的。一直要升到暑假要升国中2年级的时阵，已经无法度伫原来即间学校继续读册。学校发出一个辅导转学的通知单，实在真困扰，嘛真痛心吼。因为囡仔的状况，互伊伫转学校的时阵，拄着足侪困难。就伫走投无路的时阵，咱淡江中学的校长愿意接纳我的囡仔，并且阁安排一位非常有疼心的基督徒老师做我囡仔的导师来带领伊。开学的第1天，我带我的囝去学校报到。即个有疼心的基督徒老师，就甲我讲一句话，伊讲：永亮妈妈，我无法度保证互恁的囝互你的囝伫我的班上考试考第1名啦。毋过我会保证，互伊变一个好囡仔、乖囡仔。迄当时我听到即句话，我2条目屎就安尼滴落来，因为我无爱我的囝考第1名。我不爱我的囝变成模范生，只要他回头变成好小孩、乖小孩就好了。这个老师对迄天开始，逐天就半时间教我的囡仔补习，陪伴伊，用心甲伊带领，搁建立我囡仔正确的观念，甲伊做真好的朋友。因为有迄个有疼心的基督徒老师的爱、会疼甲关心，我的大汉后生开始行定一个路，并且搁较感谢主的是改善我甲伊的关系。这位有疼心的基督徒老师，逐天都用伊下班休困的时间，安尼陪伴我的囡仔，无加班费吼，搁无法度陪伴伊家己的家厝里人的
太太也是囝。我搁知影迄当阵伊太太是怀孕吼，有一个老大的小儿子，啊，肚子又怀孕。并且伊安尼，逐工安尼，甲我的囡仔安尼补习啦，陪伊啦，无伫靠我囝阁无有改变，也是讲袂感谢伊咧。毋过即个老师逐工游玩都是安尼疼我的囡仔，安尼陪伴我的囡仔。为什么？因为伊疼伊的学生，亲像疼伊的囡仔共款。因为即位有疼心的基督徒老师，伊的生命互我真感动。伫伊的身躯顶，我看到上帝美好的见证，搁较互我了解，因为有上帝的疼，互我的囡仔会当改变伊的生命。所以伫2年前的时阵，我有一个机会会当进入到国中内底去带辅导班。即个辅导班是什么款的班级咧？即个内底的学生吼，每一个拢是互学校足头疼的，比我后生搁较头疼的。有诶吼，身躯顶有足侪条刑事案件，譬如说勒索掳人啊，还是讲持刀杀人啊吼。啊，是讲有食毒、卖毒的囡仔，因为年纪还小，无法度抓进去监狱。要真做即款青少年信任的师长，的确无容易。莫阁讲要真做因性命、影响因性命的人。所以我逐礼拜足用心伫思考，我要安怎用安尼一礼拜3点钟的时间，甲即款囡仔变正是朋友。我开始设计我的课程的内容，每早起的祈祷，拢一个提名为因来祈祷。暗时因下课的时间，我嘛一个招出来食饭开讲。搁有时阵，我会去因兜来拜访因的父母，看因的状况。搁较有时间的时阵，也是因愿意的时阵，我礼拜6的暗时会开车去载因到教会来聚会，参加青少年的团契。长时间的安尼陪伴、关心、了解、带导，互即款别人拢无看好，并且家己阁看轻家己的青少年，一个开始会当肯定家己，嘛愿意改变无好的习惯。搁较欢喜的是，我有6个查甫囡仔，搁一个查某囡仔愿意，因为安尼叫我妈妈，所以我生养众多。目前即款学生内底，有诶已经对国中毕业，有诶选择继续读册，有诶已经稳定伫工作啊。其中阁有一两个，有一个已经受洗，阁一个伫慕道。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因的救主，并且有稳定伫教会内底聚会，这拢是爱感谢主。我阁知影，伫咱中间有真侪的宣教师，因伫外国的家乡嘛有足好的发展，嘛有足好的工作机会。毋过因愿意放下因安尼充足的生活条件，为着福音的缘故，来到咱远远的台湾，来即个岛屿来做传道的工作。为着要甲咱台湾人成做朋友，伊努力学习台湾话，甲我即马共款。嘛爱习惯食无共款的食物。迄个当阵，大家想看觅，20、30年前的台湾，可能无像今仔日安尼遮尔方便吼，有足侪的人，甚至是50、60年马偕博士来台湾迄个时阵，搁较卫生条件嘛无好，啊，足侪人拢无读册。为着爱甲遮的人生活伫做伙，成做一个台湾人，因爱长时间付出伫即个所在，嘛无法度会当有机会，也是讲常常会当转去伊的家乡，甲伊的亲人相甲伫地。我想思念家乡是因内底最难过的事情吼。毋过为什么因愿意安尼做咧？因为即寡宣教师相信，伫民众的家乡
并毋是上水的家乡，是伫迄个天顶、迄个永远的家乡，才是因上水的家乡。透过即款足水的见证，会当互咱学习到一件代志，就是咱着爱单纯独独来学习主，用新的价值观来看一切的代志。当咱放下咱家己的性命的时阵，才会得到上帝得救的性命，因为这是上帝予咱的应允。我伫想吼，伫世间上上接近耶稣的疼，就是父母的疼。父母袂因为囡仔学袂晓，也是讲一摆搁一摆的犯毋对来放杀咱，搁袂甲咱计较反倒会用真侪爱心甲疼心来帮助咱的成长。搁较袂晓，因为咱感觉你足烦的安尼减少对咱的关心。我想在座应该有足侪人甲我同款，拢已经是做父母的人。我相信每一位应该也是用安尼的疼来对待家己的囝儿。这就是无条件的疼，即款的疼，互咱会当学习实践出、活出基督，强化基督的性命。虽然用这无条件的疼来学习主，跟对主的脚步，做主所欢喜的代志，的确是无容易的代志。常常会拄着困难，也是会拄着讨厌的人，也是讲会听到迄无好听的话。搁较有时阵会互人笑你是有够戆的，也是讲会互人惹骂，也是互人看袂起。兄弟姊妹，即个时阵，咱真正是毋免生气，毋免生气。咱爱搁较谦卑来面对家己的不足甲软弱，独独来倚靠、寻求上帝，合适上帝。因为咱知影，因为耶稣的关系，咱互人惹骂、受逼，遮的痛苦拢是暂时的。耶稣伫马太福音5章11到12节有安尼清楚甲咱讲：为着我，才惹骂恁、困着恁、诽谤恁万项的歹，恁就有福气，就欢喜快乐，因为恁伫天顶的报赏是大的。因为恁较早的先知人也是安尼受困着，这是耶稣直直确确甲咱讲的话。若是咱照世间上的价值观来行，有可能咱会真受到世间人的欢迎，并且搁较会当被人家羡慕吼。毋过，咱已经是一个跟对主的基督徒，咱的目睭就爱注目伫耶稣，专心学习耶稣的样式。因为咱也知影，每一届拄着困难，就是咱搁一届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搁一届得到上帝的应允。我真正爱邀请列位兄弟姊妹，咱敢会使为耶稣搁做一届戆人，用无条件的疼来疼你的厝边，咱做伙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共同强化基督的生活，咱做伙来祈祷。阿爸爸上帝，阮搁一届到你的面前，你来献上感谢甲懊恼。透过今仔日的分享，搁一届提醒咱每一位愿意跟对主耶稣的人，爱伫生活当中学习耶稣的样式。阮嘛爱谦卑伫你的面前，认罪悔改，阮的骄傲甲无够也会疼。上帝啊，求你予我创造清洁的心，予我内底有换心定志的灵。我愿意为耶稣做一个愚妄的人，学习无条件的疼来疼我的亲人甲厝边。
互人因为我的好的行为，看出我是主耶稣的门徒，来荣耀主的名。我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奉靠我主耶稣伫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门。